以青年变烦恼，长辈我来各位诉求。立委林俊宪选伫市长初选，剩最后3个月，公布5项老人福利改革，其中免缴健保费、取消排付，预计将成为率先其他5都是全部做的城市。台南市啊，我们的健保费啊，应该全面补助，要补助就全面补助，不应该排付啊，因为排付有很多其实是很无奈冤枉的状况。如果长辈你让你的子女申报抚养，那你的子女如果他缴税是超过5%的，那你也要缴健保费。可是年轻人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了，所以会有很多比较无辜的状况会被排除掉，而且排除的比例非常高，几乎19%。也就是呢，大概每5位老人，目前还是有1位必须要自己缴健保费。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福利，那我们就做全部的免健保费。立委林俊宪伫议长区里副议长林志典等这位议员陪同，除了宣布老人免缴健保费的政策，也有更努力金对每一档1000增加到2000，而且满90岁到1万等5大福利。林俊宪强调，所有预算拢经过精算，预估一档将增加30亿。伫新的财委法支持确实可行，会中议长嘛赞声相挺。我这样粗估起来啊，他1年增加30几亿，30几亿的预算，以新的财划法，我们绝对做得到了，因为地方会有更多的一些自主财源。郡县委员从过去问政，我们知道说他每一次的论述，或者是说他的建议，都是有经过一个精算，跟对于人口结构的了解，那跟市民的需求。那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支持郡县委员在未来入主市政府如果说他有机会代表民主进步党来参选市长，我相信他所说的每一件开出来的这个福利，他一定挂保证，一定会实现。面对立委林俊宪的政策宣布，人家的眼眶会看人行步道改善，以及第19届拓宽工程的立委陈廷辉，伊强调27档来一直守护台南，参选市长嘛已经准备8档，所政策早得规划好势。我们老者、长者的需求，廷飞都听到了，健保费的问题，廷飞会解决。我们与6都在福利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比得上人家的，廷飞也会处理。我们一定会调出所有6都的一个福利政策，然后一次到位，让大家感受到台南的不同。民进党内台南市长初选，随着时间一步一步接近，嘛要一一和市民共同检验参选人的政见甲执行力。台南新闻阮子采访报道。